最近香港電影傳奇人物謝賢離世，全港悲痛。7月20號，謝霆鋒趕返香港幫老豆搞喪禮。係四哥走咗冇幾耐，佢個仔謝霆鋒7月25號喺青島嘅演唱會上邊當眾喊出嚟。見到咁嘅場面，真係搞到人心都嗡埋。謝霆鋒全程着住全黑衫褲，帶住老豆生前最中意個副黑超上台唱歌嗰陣，佢幾次哽咽，同台下觀眾打招呼嗰陣，仲特登指住個天講咗句多謝你。呢個舉動俾人當做係對老豆最特別嘅道別，令到現場幾萬個歌迷都好感動。不過網上竟然有唔少網民留言鬧謝霆鋒，話佢根本喺度做戲或者扮傷心。用一個香港人嘅角度去睇，我覺得咧嘅指責對謝霆鋒嚟講真係好唔公平。今日我諗客觀咁講下我對佢呢個人嘅睇法，同埋呢幾年佢經歷過嘅大小事，係我哋呢度香港人細個嗰陣，其實好多人一開始都唔係好中意謝霆鋒。嗰陣時我哋睇住佢頂住謝賢個仔個光環出道，個心多多少少都會有嘅眼紅。始終佢一出世嘅起跑線就已經係普通人一世都去唔到嘅高度，大家都覺得佢不過係靠住老豆老母個朵先有咁嘅機會。但係過咗咁多年，慢慢咁睇住佢，我發現自己對佢嘅睇法有咗好大嘅改變。我開始覺得佢唔單止靚仔，做嘢仲好，搏命好叻，對身邊嘅人亦都好真誠。由當年嗰個有嘅反叛嘅星二代，變到而家咁成熟穩重嘅藝人同埋成功嘅生意人。咁到最後呢，謝霆鋒用實際行動咧證明咗自己嘅身價。不過直到今日，依然有好多人中意死咬住佢以前犯過嘅錯唔放，好似佢離婚單嘢咁，成日俾嘅網民攞出嚟做話題鬧佢。但係婚姻根本就係兩個人嘅私事，外人點會知裏邊嘅內情？攞人哋感情生活嘅變故嚟攻擊人哋嘅品格，呢個對人哋係一種傷害。講翻今次佢係青島演唱會喊呢件事，話佢做戲，呢種講法真係好冇同理心。人係有感情噶嘛，更何況係啱啱冇咗自己個親生老豆。四哥啱啱走咗，謝霆鋒心裏邊有幾痛，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。有人出聲話佢既然咁傷心，做乜仲要去開演唱會？話佢為咗揾錢，連老豆身後事都唔理。謝霆鋒而家揾落嘅身家，絕對係幾世都使唔晒。佢根本唔使為咗賺呢一場演唱會嘅錢而去夾硬擠個笑容出嚟。佢之所以堅持上台，完全係因為合約精神同埋對份工嘅責任感。佢應承咗主辦單位，賣咗咁多飛出去，就一定要將份工做完。即係話佢要先搞掂老豆單白事，然後即刻調整好自己飛去青島，繼續企喺個台上完成一早定落嚟嘅演出。死忍住冇咗親人嗰種切膚之痛，係幾萬個觀眾面前表演。呢件事本身就係好淒涼同埋好殘忍。呢件藝人心酸嘅經歷，其實係香港娛樂圈入邊唔係得佢一個。發哥都曾經係訪問入邊講過類似嘅事。當年發哥老豆啱啱過身，佢朝早先送完老豆上山，晏晝咧就要趕翻片場拍戲。最慘係嗰場戲仲要係講結婚嘅喜慶場面，佢要對住全場人笑到見牙唔見眼咁飲酒。導演一叫卡，身邊嘅人就見到佢自己一個坐埋一邊默默咁流眼淚。當其他人問佢咩事，佢先講出朝早啱啱送走老豆單嘢。呢種咁大嘅情緒反差，對一個人嘅內心真係一種極大嘅折磨同埋撕裂。謝霆鋒而家面對嘅情況都係一樣，佢企喺台上望住台下咁多撐佢嘅粉絲，心裏邊卻承受住喪父之痛。呢種死忍住情緒嘅痛苦，普通人可能一世都體會唔到，但做藝人就焗住要頂硬上。謝霆鋒之所以有今日咁強大嘅內心，好大程度上係受咗佢老豆四哥嘅教導。
我睇咗好多佢哋兩父子嘅訪問，發現明星教仔嘅方法真係唔同嘅。四哥曾經對啱啱準備入電影圈嘅謝霆鋒講過一番好嚴厲嘅話。四哥同佢講：如果你而家書又讀得唔好，要出嚟拍戲，一踩入呢個圈，如果唔掂嘅話，以後就再冇退路，乜都做唔成噶啦。四哥原話大概係話：你一上咗呢個台，就永遠落唔翻嚟。呢句說話令我好大觸動。我哋普通人如果打份工打得唔好，最多咪撈搵個第二份正正常常嘅工，但係做明星冇得咁揀。四哥呢番話毫無疑問俾咗謝霆鋒好大嘅動力，同時亦都宣告咗佢呢個冇得翻轉頭嘅職業生涯。好似而家咁老豆走咗，如果係普通人請個喪假喺屋企唞半年平復下，心情係好正常嘅。但係謝霆鋒唔可以停低，因為公司已經收咗錢。咁大班製作團隊等緊佢，佢一定要繼續面對大眾。佢係可以停嘅，如果佢停低，佢嘅粉絲都唔會怪佢。但係佢冇揀到停低，呢個就係佢內心嘅強大同埋對自己夠狠嘅地方。除咗做嘢夠搏，謝霆鋒嘅感情生活一直都係大眾茶餘飯後嘅話題。有嘅人鬧佢飛咗老婆張柏芝，呢種指控其實好片面。感情嘅嘢，性格夾唔夾，真係得佢哋兩個自己最清楚。張柏芝嘅情緒有時會比較大起大落，係婚姻生活入邊難免會有嘅拗撬。而且咧，係遇到謝霆鋒之前咧，張柏芝都有個好豐富嘅感情經歷，例如同陳曉東、陳小春等人，甚至後來同陳冠希嗰單嘢，大家都心照。所以將婚姻破裂嘅責任全部推晒去謝霆鋒一個人身上，話佢忘恩負義咧，亦根本係無理取鬧。兩個人一齊生活覺得唔舒服，生活節奏同理念唔同，分開都係好自然嘅事。調翻轉頭，如果睇翻謝霆鋒嘅經歷，你會發現佢其實係一個好長情嘅人。佢18、19歲嗰陣就已經同王菲一齊，兩個人分開之後，王菲嫁人生仔，有咗自己嘅婚姻。點知過咗咁多年之後，謝霆鋒又揾翻王菲，兩個人又行翻埋一齊。作為一個條件咁好、生得靚仔、事業有成嘅男星，佢大可以去揾其他伴侶，但佢偏偏揀咗兜兜轉轉揾翻最初嗰個。王菲都唔係嗰種中意喺傳媒面前出風頭嘅人，兩個人而家嘅相處模式非常之低調。呢種長情係娛樂圈入邊真係好難得，好多人卻刻意無視咗呢一點。有人覺得佢係借王菲個朵上位，又或者話佢個形象唔襯同王菲一齊。王菲既然肯同佢翻撻，自然係因為欣賞佢，兩個人係互相吸引噶嘛。睇翻謝霆鋒係香港娛樂圈嘅成長歷程，佢嘅工作態度真係有咗翻天覆地嘅變化。早期嘅佢俾人嘅印象可能係掟吉他、戴黑超，一副不可一世嘅樣。嗰陣時同黎明個嘅俾人感覺斯斯文文嘅明星比，謝霆鋒嗰種反叛形象令到好多長輩同後生仔都睇唔順眼，覺得佢得個扮字。但係後來嘅謝霆鋒用搏老命嘅工作態度打破晒所有人嘅偏見。佢嘅敬業精神咧，係成個香港電影圈咧都係出晒名嘅。如果人哋要求佢做到90分，佢實會要求自己做到足100分。謝霆鋒堅持唔用替身，所有危險動作全部親自上陣，搞到佢孖拉姑見到之後咧，當場爆蟹，覺得個仔太唔錫身。佢唔係想做大哥成龍嗰種動作巨星。佢只係想同所有人證明，佢唔係靠老豆老母嘅二世祖，佢有能力係電影圈打出一片天。除咗係演藝事業上搏殺，謝霆鋒係商業上嘅成就更加令大眾刮目相看。四哥咧曾經因為自己唔係好識做生意，叫過謝霆鋒千祈唔好掂生意。四哥自己可能都係得幾千萬身家，但謝霆鋒就冇聽老豆講。佢靠自己嘅生意頭腦，搞咗後期製作公司同埋好多飲食品牌，
賺咗幾十億。佢唔單止係一個好演員，仲係一個好有商業眼光嘅成功企業家。謝霆鋒係處理父子關係同埋自己做老豆嘅角色上咧，都有一面係大家唔知嘅鐵漢柔情。四哥係50幾歲嘅陣先咁大年紀生謝霆鋒，兩父子年紀差好遠。四哥咧曾經公開話自己其實都係等死，希望個仔可以抽多嘅時間陪佢去旅行。雖然四哥張口成日話同個仔唔熟，但其實兩父子感情非常之深厚。四哥對於謝霆鋒細個嗰陣冇抽多嘅時間陪佢，心入邊係有嘅後悔，而呢種遺憾似乎都係謝霆鋒自己身上翻版緊。謝霆鋒同張柏芝離婚之後，個仔跟住阿媽生活，每次同個仔見完面要分開嗰陣，謝霆鋒都會表現得好唔捨得。佢曾經因為工作太忙，為咗拍戲搏命，錯過咗好多陪個仔大嘅時光，感受到嗰種父子要分開嘅失落嗰陣，佢都曾經忍唔住喊出嚟。個種做老豆對個仔嘅內疚同埋愛係真情流露，同埋好令人動容嘅。總括嚟講咧，而家嘅謝霆鋒已經係一個有巨星氣場同絕對實力嘅成熟藝人，無論係拍戲定係唱歌，可以做到佢咁嘅成績，真係得佢一個。雖然佢而家主要都係返咗內地發展，但呢個都無可厚非。始終內地市場大咁多，任何一個生意人都會做同樣嘅選擇。既然揀咗做呢行，享受咗普通人冇嘅光環同財富，就一定要承受翻普通人頂唔順嘅痛苦同壓力。作為食花生嘅局外人，我哋或者冇辦法完全感受到佢嗰份傷心，但係最起碼都應該俾翻基本嘅尊重，而唔係隨便去抹殺一個做仔嘅真實情感，抹殺佢呢20幾年嚟為咗證明自己所付出嘅一切心血。